我是阿翔。大家有地位就讲咱出来第5个人。是，来到阮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变奖金上侪35000，请讲你找等去哦。加油加油！介绍咱两队来宾，我这边先来阮台语好演员啦，嘿，阮的队长苏燕派。哎呀，欢迎燕派。过来啊！今日来这队吼，嘛是家己报名来哦。嘿，跟咱台语嘛拢足有关系，因为吼，因即马出来队友后壁4位吼，拢足厉害，是拢是演台语剧的。嘿，舞台剧的台语剧哦，拢是演员啦。是来队长，你甲介绍落去。来，3班先介绍一下哈。大家好，我是3班，我是阮剧团的独臂演员。啊，平常时啊，除了做台语的戏剧以外，嘛有帮剧组、剧团来做台文的这个校对。是，这是阮3班的啦，刷入去唔知几万啊哦。来欢迎你哦，来个刷入去。哎，佩佩，我是佩佩，啊，我嘛是阮剧团的独臂演员。啊，除了伫阮剧团了后，以外呢，我嘛平常时去其他的剧团接戏。好，欢迎你呢。欢迎佩佩。好，来个刷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上大。上大爱。我平常时嘛是阮剧团的独臂演员，然后除了平常时做演员，我嘛有伫咧学校高中教册安尼教设计。欢迎你呢。欢迎大爱。好，来个刷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青的。啊，我平常时是伫咧剧场做 freelancer， 就是台前幕后拢有咧做。吼，啊，即马嘛是阮剧团的独臂演员。哦。对啊，就是除了演戏嘛，是平常时拢继续学台语，因为拢演台语嘛。好，欢迎你呢。欢迎。好，来换恁这边啊。是，咱这边是好演员。是好演员。阮这边吼是新一代主持人啦。好的团队就对啦。是，咱公司有一个节目叫做修行的迄一天，咱这队全部拢是修行迄一天的团队，来欢迎咱修行团队啊！来，咱队长来自我介绍一下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明宏，也是修行迄一天的主持人。是。我要特别来介绍阮修行的迄一天第3季。第3季啊。刷落来要伫咧12月20礼拜5开始。下晡的5点半。要来播出来。第3季甲头前2季真无共款，因为阮共款是会较囡仔因斗阵去体验因的修行。头前2季拢是囡仔出来可能咧做事。对，阮即摆第3季甲即个修行的概念甲伊混化。哈，无通啊修行啊？无，嘛是修行。阮的修行，对，是伫咧树龙工商。啊，共款是甲因去体验因的修行，甲因的生活，甲因做伙佚佗。欢迎你哦，队长，来介绍你的队员。好，咱的俊杰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俊杰。我这届伫修行的第3季咧，我有去真侪所在，拢体验无共款。你先看我即马拍安尼乌瑟瑟，我答对昆顶转来，我去教一个囡仔，囡仔教我安那冲影。欢迎你呢，哈，来跟上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欣。啊，我这件啊上特别的就是我的修行，就是阮这件修行其实足少，足罕你会伫咧落水溪以下，所以阮这件足特别的是我有2集拢是伫咧落水溪100啦，伊朗，真正拢伫伊朗啦，即马伊就有100啊啦，你拄则讲以下啦。我是讲咧溪底。阮这件拢伫咧落水溪以南，阮踮咧海底咧啦。无啦，就是阮真正拢伫咧落水溪以南，啊，这件我的修行啊有走去甲宜兰，佮有南投哦。宜兰。对，走甲足远去的，就是，而且你会当听到讲宜兰的迄个真好食、真好耍的，就是迄个腔口啊，甲阮南部下港腔就无啥相像，所以除了会当看到无共作物的修行啊，嘛会当听到迄腔口无共款，所以真趣味啦。是，欢迎你呢，来搁上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伟，啊，我是这个咱修行的修行的迄一天的这间庙的主意，修行中的主意。啊，阮兜就住咧迄个落水溪边尔，嘿，我住中华溪州，所以就邀请大家吼，同齐来收看咱这个修行的迄一天安尼。好，欢迎你咧，来跟上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我叫易淑。嘿，我名较歹念，嘿对啊，我是迄个修行迄一天的工作人员。是，啊，就爱继续甲阮支持，甲阮收看。修行的迄一天哦。嘿，啊，就甲阮哦剧团共款，吼，观众都是上好的支持啦。哈，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咱今日国文老师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，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。台语演员水准悬，百工修行，
本土版哦。嘿，修成本土版呐，对啦，本土是啦，一定爱啦哈。今日咱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一字，大家做伙想。好，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拢总有3题，分数关会使得到奖金5000块。嘿，第一回合5000块，先提起来哦。哦，拼者拼者。好，啊，等下哦，手放喺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了后，紧日写，先写再个试哦。好，好来，我要出题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盘、什么扫、什么气、什么精呢？盘扫气气精中到底是什么字呢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开始写。紧日写。好，写完紧日。好，我提示一个哦。好，来提示。板凳第一出拢是啥？哦，来，修行。冷盘、冷扫、冷气、冷精。哦，真厉害！来，做句。哎，进题去就落来，所以我大家拢爱吹冷气。是。哎。迄个板凳头一项拢会出冷盘。哦，是。今日来节目我就冷静，袂当受紧张。哦，对，来。上来这里。天气有较冷，我最近咧冷扫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哎，好，来分数。有一滴的1分哦。好，咱来请老师解释哦，来，老师。好，恁的句拢做了足好的哈。啊，即马就是讲，迄个冷盘一般大家会感觉是一出菜，爱讲一出菜啊，第一出就是冷盘，嘿，啊，过来是解说迄个冷扫，吼，虽然天气寒，啊，毋过迄个冷扫其实甲天气寒无啥关系，吼，有当时咱天气热嘛是会扫吼，所以迄个就是讲你受到风寒，啊，而且你扫出来迄痰。无啥痰啊，就是白白安尼，迄叫做冷扫，所以尽量大家甲身体顾好，冷气唔好吹伤强，啊，然后会当互家己较冷静的，紧去运动，互身体较勇的。嘿，好，多谢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哎，好，来第2题哦。第2题哦。好，手跟另个哦。离谱掉。嘿，来起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言、什么相、什么见、什么面呢？言相见面哦，中到底什么味呢？来，咱请唱答，来紧请，写完紧试哦。爱提示一个无？好，来。看名啊吼，一点仔声音我就来，咱台语好演员。无言无见。无面无相，哦，是无。好，来做一个句。我介意的人无介意我，我介意真正无缘。哦，戏剧内底足侪这种。是啊。好，来。好，咱真久无见，唔知你过了好无？哦，对，随时啊敲一电话哈，来。好，听讲今日要录影，我昨规个拢无面，无面呐，免紧张，好来。啊，无想要。无想要做句我无想到，实在是无想到呢。无想到呢。好，老师这个无对唔对？无啥对。好，来，今晚你有机会呢。紧嘞。千言千相千面千结。好，来做句。好，就是半暝啊，咧困的时阵啊，我拢做签名的。哦，签名呢，来。我即马发表的是我的签件。哦，签件。是，过来。我甲我迄个无缘的较千言，所以阮即马册啊。哦，嘿，对，来，过来。这条论文题目是我签想，啊，所以若有较无够的所在，请大家见谅。哦，嘿，这个签哦，哈，来，老师，这个签对唔对？正确。哦，快来分数先。终于得到第2分哦。哦，咱这边爱加油哦。加油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签名就是
就是讲有声，有一寡声就拢互惊醒安尼吼，啊个歹入眠安尼。啊，迄个浅见，就是拄则讲了真好的句，就是讲我即个思考较欠虚一寡吼，啊请大家给我意见安尼。啊，浅想就无啥咧想，甲土想无共。土想是粗粗咧想，毋过浅想是迄个人可能是迄个古井水鸡，拢敢若想伊的尔。啊，上尾一个就是讲迄个浅言，吼，毋是缘分浅。你若甲恁女朋友是缘分浅，啊，毋过恁女朋友，其实伊是一个足深缘的人，愈看愈水，毋是足浅缘的人。讲啊，我拄看。可能水水啊，啊，毋过哪看哪像较无迄个人缘安尼吼，所以浅缘是形容一个人的面貌啊，看了有人的面貌。还是讲因为伊的做人做事无够好，了后大家感觉甲伊就哪像伊无遐古锥遐可爱。愈来愈疏远安尼。嘿，对。够对啊！够一个哦，加油哦！咱拢学着啊！好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咯，开始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中、什么本、什么魂、什么心呢？哦，中本魂心，中到底什么字呢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开始写，下了起来哦。哦，来，好演员。胸中、胸魂、胸心、胸本。哦，来，做一句咧。要买这物件，想过上中，我落地啊，空无法度。哦，上中，好来。伊伤害我，互我就伤心的。哦，伤心，好来。做一出戏就上本的。哦，你啊，这剧团的心声啦。对，来，过来。上本。伊咧练舞的时阵，练到规个伤痕累累。哦，是。好，老师这个伤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明白。好，来开始。终于有得到头一分哦，赞。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好，这字其实伊有伤，哈，就是受伤的伤。啊，过来有一个叫做伤，就是鼻音的所在，咱读做伤。所以你若拄则因有讲伤上中，哈，伤过上中，咱若有三字斗做伙伤上中，你得爱念好，啊无会有当时念唔对，前后文唔对，变做伤上重。哦，嘛是可以啦。恰好伤上重。对，最后不低。对，所以伊第一个上中，譬如讲目睭金人上中，迄个特别迄个去啊。嘿，啊，然后上本就是讲你的本钱，迄个本是本钱，哈，啊，所以本钱就伤的，咱嘛是当倒边过来讲，啊，伤心大家拢知影，啊，迄个伤痕就是你用过有肩疤啦，吼，还是有一气伫遐，啊，就是一个伤痕，啊，咱人唔好互家己伤过伤重，吼，所以心内若有伤痕，爱紧放下安尼，是，莫伤心。谢谢老师。哦，老师讲啊，真详细吼。嘿，甲咱开示呢。是，无唔对。好，啊，开始了，咱即嘛都爱来看咱的分数啊，看有当开始无安尼啦。嘿，先看咱的台语好演员。啊，今嘛得到1分哦。嘿，啊那咱休闲的这边呢？今嘛有2分哦，赞。再讲这5000块先放在倒位呢？先送互咱的修行的团队，恭喜5000。好，今嘛进来咱第2回合无？第2回合手答定歌机。手答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手答定歌机。第二安怎讲？嘿，今日第二安怎讲呢？哦，咱这回合有一个外国人，叫做 Kevin 啊。Kevin。伊用镜头带咱去游览，不管是台湾本岛还是外岛，啊，拄到袂晓的，就问大家第二安怎讲咯。哦，安那分数哪算？好，注意哦，这回合拢总5题，分数关会使得到奖金10万块哦。哦，较拼。我甲奖金拢甲摊去哦，一定会到3万5哦。好，来第1位，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带咱都爱试哦。哈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啊，恁看看后壁这条桥哦，啊，这条桥就是咧接金门甲历史，好，历史就是会当叫小金门，好啊，请问
金门大桥的台语安怎讲呢？金门大桥，金门大桥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老师，金门大桥对唔对？去几十年的金门大桥总算起好啊！伊的台语是咩样讲呢？好，来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美丽这个年啊，我是对巴西来的 Kevin。今晚吼，我来到烈屿乡。啊，恁看我后边的这条桥哦，这条桥就是咧接金门甲烈屿。吼，烈屿就是会当叫小金门。吼，这条桥吼，就是全台湾上新的桥，伊是去年2022年的时阵才通车尔哦。好，安尼我来出题目，请问。金门大桥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金门大桥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金门大桥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。秀来。金门大桥。金门大桥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老师，金门大桥对唔对？会使。袂歹哦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1分啦！嘿，好，来，咱来请教老师。好，希望就是因为伊是一条专有名词，会当甲迄个门变调，叫做金门大桥，安尼。金门大桥。啊，不过这因为新的咱就是照字面来翻译啦，吼，莫讲到为迄个美国的 California 迄个大桥就好啊。好啊，这条大桥是2022年10月28完工，啊，所以共迄当互大家落去。经过哈啊，以前为这个金陵乡到烈屿，才需要坐船过爱10分钟，即马省一半啊5分钟。不过这5分钟是争取20档、起10档的结果，所以咱大概若准讲行伫桥顶啊吼，应该拢爱对这个工程师因有一寡敬意安尼。嘿，咱这边爱较紧的开的哦。好，来，今日换人。来，俊杰，你几岁？要23。哇，真少年呢！来，你几岁啊？27。会不会？差不多。哦，你对，刚言的啦。啊，只我问者，你对年岁较侪的女朋友敢有意见？无意见，这赞。哦，机车车。人讲这个娶某大姊坐金交椅。哦。你啊，你得较轻松，对，这就较辛苦。是，而且伊足活泼的咧。对啊。哦，伊个节目主持我有看过啊。是。足够问的哦。哦。对啦。好，来，咱这边还未开机哦。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手跟好好哦。小我讲请手带咱带当起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卖啊！恁敢知影对面是啥物所在？对，对面就是厦门啊咧！恁敢知影？对遮金门的北山到厦门，看呀，短2公里尔咧。哦，不怪，以前伫遮吼，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战略的所在。好，安尼我来出题目啊！哦，请问厦门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对面看得到的厦门台语安怎讲呢？哦，厦门哦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俊杰。啊，你咪讲较有会无要紧，啊，你即马搁甲试落。歹势啦，我年岁较细包含者。哦，来配这这，好，歹势，来。厦门的台语叫做厦门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厦门对唔对？对，音个足准。哦，来分数。恭喜你得第2分啦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哦，来，老师。好，伊只叫做门，咱看到迄个门，当然就是代表是一个门户要出去哈。啊，伊是伫九龙港的迄个下海门的流域，所以伊就甲迄个下海门甲用作变下门。哈，啊，咱其实对于台湾即个影响是，下门伫中央，泉州伫顶悬，啊，迄个。漳州伫下底安尼吼，所以咱迄个郑成功为即个下门遮过来咱台湾，啊，共款咱的语言嘛是过来，所以北部就是较泉州腔，
啊下底才就较讲究腔，这用着对应着，因为咱一定是行上底的路嘛，吼，所以这个部分对咱嘛是有影响安尼，多谢。是，好来，咱这边钢管还未开始呢，加油呢哦！好吧，咱搁继续哦，好来，今年换人。好，我咧想，咱这边写呐，拢会无摕到分数，就是手莫悬，哦，压心悬呐，嘿，有一个技术爱较低，得者就好，嘿，啊，毋过嘛是速度爱紧啦，速度爱紧，嘿，速度爱紧来查摕到啦，应该不是年会的关系哈，不是，这个年会啊，年会的关系，应该是无关系啦，可能，小小的撇步尔啦，是，那真正我要讲到年会有关系哦，就爱商量才有关系。是，应该是年会差不多啦，差不多，应该是差不多。好，来咱试看卖哦，加油好，来手跟个两个顶面哦，听我讲，这手台咱带人试哦。好，来咱写字第一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卖，这是足大的一个喇叭，啊，我知影，我来邀请好咱对面下门的朋友来看，专家有智慧来。来，各位下门的朋友哦。爱记哩哦，拜一到拜三暗时8点到9点，就是爱看专家有智慧哦。哦，安尼应该有听到，希望会当听到。好，安尼啊，毋过吼，你看卖哦，伊外表的这个设计、这个图吼，规个拢是迷彩。啊，这迷彩哦，主要就是啥物呢？就是有一寡瓶啊吼，瓶爱用的物件，大部分拢是这个彩色的，吼，啊有青色啊，有蓝色啊，吼。较深的吼，青色拢嘛有。好，安尼我来出题目啊哦。请问迷彩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迷彩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迷彩哦，吼，来咱请唱答。好来，来先。梅菜，梅菜，梅菜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老师是不是梅菜？对，正确。厉害！来分数，今日你的第3分哦。好，来咱听老师解说。好，这个买菜就叫字民欢啦，吼。啊，毋过咱知影伊也用迄个买菜，就是有基本的色，吼，譬如讲草啊色，啊个有咖啡色，啊个有柑仔色安尼吼。啊，伊安尼就是要甲迄个土地，还是讲边仔的花草迄共款，会产生讲互看无，吼，用伫个军事典馆。毋过后来因有搁发明一寡物件，就是内底迄款图形，搁会当降低对方会当去找到你，利用新的科技，搁互你找袂到迄款图案。嘿，所以伊就是一直发展，毋好干那看安尼花花啊尔，花啊衫毋是，有正式的迄个准备安尼。嘿，不要紧，咱即摆已经3分啦，加油！看咱这边会当两个，嘿，两个甲摕落来啦。好，来咱今年换人哦。啊，唔简单，这3分呢，你有饲较边仔的，对啊，小牛姐，啊，咱这啊未开市的吼，咱就饲中啦，牛姐这吼，嘿啊，这即摆你家己讲情啊啦，啊，有影。我看这愈来愈看愈亲缘的。哎呦，咱嘛甲你保一下。我看你哦。敢若袂伤害我的感觉吼，因为咱大家拢无想要受伤害啦，所以讲吼，啦，就咱敢袂样无啊。对啊，伊是咧看的吼。唔诶，就是因为安尼，不过我来讲，咱这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，所以讲咱甲实力摕出来。加油！好来，手跟个两点面条，我请手带咱来讲起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个所在。这个所在看起来就是啥物呢？哦，看起来就是专门要互人洗身躯的所在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就是吼，民国38年的时阵吼，迄当阵的兵啊吼，就是来到遮洗身躯。你看卖，遐个后壁吼，有两只狮仔头，啊，毋是假的狮仔头，这是真正是狮仔的石头啦。啊吼，迄当阵看起来，这就是哦，足有钱、足豪华的。好，啊，你看卖哦，这下骹遮吼，甲这个壁吼，拢是用啥物做的呢？拢是马赛克做的。哦，啊，这伊要做出来，感觉吼，就是敢若是海洋风的。好，安尼我先来出题目，请问马赛克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马赛克台语安怎讲？马赛克哦，好，来咱请唱答。
哎，第一届两个袂晓哦。哦，不要紧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姐姐咱试看卖。马赛克。马古。马古。马古。为什么会有古？反正叫离婚就对啊。叫离婚呐。马赛克，嘛不是啊，马赛啊，比赛安怎讲？赛，马赛克。马赛克。反正可以。马赛克。马赛克。好，来，老师，马赛克对唔对？好，来。马赛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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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，老师，马赛克对唔对？这是困难的啦。是啊，是咱喊你听啦，吼，嘛喊你讲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是。好，这是当然是为迄个演技来的吼，叫做 mosaic。啊，这个为什么叫 mosaic？ 因为因这是属于这个就是想物件。哦，也是讲加控物件的这个工课，啊，这是一种艺术，所以那是用这个态度，你可能个有当时会当用玻璃还是虾米哈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艺术的是需要去甲缪斯女神，还是咧创剧的咧写剧本嘛，是拢需要去甲缪斯女神祈求的对啊，啊，所以伊这是伊的意愿是安尼，啊，毋过咱即摆顶悬看这个图，伊顶悬是打泰鲁，泰鲁就是英语的泰尔。好啊，就是外来语，所以咱会当讲，伊是叫做安泰鲁，哦，还是孔泰鲁、修泰鲁拢会使。好啊，另外恁很多是直接要甲翻译出来。我想讲本地恁也会当是要互恁对，毋过恁迄个第二字是比赛的赛，第三条咱来转第二条，所以恁若真正用华语来去翻，应该是叫做马赛克。马赛克，无啥好念啦。啊，咱就用较有台语开的，就是去安泰路、大泰路，这拢会使。好，所以讲这真好是，互你一直想。对啊，去头壳。无唔对，无唔对，好。搁剩最后一位，通啊记录。加油啊！来哦，来今日换人。是，来最后一位哦，即嘛是还未开哦，加油哦！这边已经3分啊哦，其实拄啊就敢若迄个马赛克迄块，较困难，其他其实我拢感觉无讲太困难，嘿，平常时啊，咱拢会讲的日常，咱也定咧讲台语啊，吼，好不要紧，我唔知影即马伊要搁变什么梦，对，伊应该搁出足恐怖的，加油哦！希望是简单的啦，吼，恁嘛通啊开始啦，好，来手放啊好哦。嘿，听我讲下，就带咱带当起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好来，各位同学，咱要开始上课哦。好来，啊你功课敢有写？袂记哩咧。袂记你摕来。来学校哪会当袂记你摕来你的功课啦？哎呦，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伫这个金水的国小吼，是伫1930年的时阵起的。啊，你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吼，就是受到足侪国外的文化元素。啊，你敢知影？咱伫台湾吼，讲学校就是讲学校，对唔对？啊，不过金门的讲法无共款哦。请问学校、学校的金门话安怎讲呢？请问学校的金门话唔是学校哦，要安怎讲台语咧？哦，学校的金门话，吼，是要安怎讲？台语安怎讲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蚵啊，嘿，哇，这真正有这做这个对。学堂。哎呦，有会紧哦，有哦。好，确定。来，老师学堂对唔对？恁敢知影金门话学校台语是咩样讲的？哦，学校的金门话，吼，是要安怎讲台语安怎讲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蚵啊，嘿，哇，这真正有这做这个，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蚵啊，对唔对？唔对。蚵啊，这再来问你都会听到，吼，来，机会。学堂。哎呦，有会紧哦，吼。学堂。拍一支3万，我你教。
是，好，确定哦。好，确定。来，老师学长对唔对？对。不要紧，来，老师已经知嘛。来，咱请教老师，老师。好，因为咱一般学校就是讲会当讲做公学校啦、学寮啦，还是学啊啦。啊，毋过因为咱这条要特别讲金门因遐的讲法，所以伊毋是叫做学堂。因为金门因遐其实毋是干那战争的迄款文化，因其实就迄款文化真深，汉蚵仔文化真深，所以因的话内底足侪拢是较偏迄个文音，所以你即个是爱叫做学堂，因在地是讲学堂，吼，无咧讲学堂嘛，无咧讲蚵仔，虽然意思拢共款。好，多谢。无分数不要紧，来，咱请写先回，来看一下分数。是，好，来先看这边台语好演员，爱心一粒。哎，嘛是真好哦。好，来咱这边修成的咧，有3分哦，袂歹袂歹。好，所以一班先看个倒位，看看咱修成的这边恭喜哦。好，来不要紧。唔通演去哦，继续。好，来去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，这个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尔。是 A、B、C。哦，爱注意，会记哩，风险一定爱分开尔。对。上无嘛爱有命留着哦。对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强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俗语伫咧讲铁器当牙做，是形容一个人安怎咧 ？A. 做人真当算 ；B. 讲话算话足有信用 ；C. 固执唔愿变巧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哦。对，铁器当牙做。来哦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咱请是答案。这个。哦，咱来看这边。哦，5条命拢是 C。我是。嘿，这边嘛是5条命拢是 C。好，来，我来问一个M牌。M牌，你选的是固执。对，固执唔愿变巧，因为铁器嘛，铁器就是唔相信别人讲的，唔相信任何人讲的话，所以铁器当牙做。铁器啊，搁当牙做，更加固执，还更加固执，对。无唔对。好，来，我看这边，阮来。对，我嘛是同款意思。啊，你看迄个铁器迄2字的，大概知影应该就是 C 啊。对。哦，是不是这样啊固执的？咱来看一个哦。嘿，正确的答案是 C。嘿，大家拢对。看字面，迄个铁个档拢是属于迄个金属方面的嘛，吼，所以咱一般伊内底倒即个铁器啊，还是当牙啊，吼，叫做就是你的牙龈嘛，吼，所以伊其实伊讲出来物件拢是足定的，人家讲啥伊印出来拢是共款遐物件，所以足固执的。啊，唔知变巧，就是讲，伊有当时迄个爱念做变巧，伊袂晓转弯，啊嘛是铁甲重，就是袂晓转弯的意思。所以即个就是即个嘿，铁器当个做安尼。嘿，多谢。麻烦是后一题，咱继续哦。10条命继续。探烧哦。好，今日35000，你等然后。好，来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马祖鱼是台湾濒临绝种的一级保育类的动物。你敢知影马祖鱼是什么款的动物呢 ？A. 曼波鱼、鱼龟 ；B. 白海豚、海猪啊 ；C. 樱花钩吻龟、河带。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哦。来，今日讨论，嘿，是曼波鱼呀，还是白海豚呐？还是樱花钩吻龟啊？嘿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风险一定要分开哦。是。好，来，请起答案。哎呦！那拢遮厉害了。这边5条命是 B， 这边5条命嘛是 B 哦。来，你选的是 B 啊？嘿，因为我记有一个传说是讲，迄个
妈祖过海时，爱边仔有迄海底啊，会对咧，对，是哦，这嘛敢若比如有迄个画面哦，讲到咱看会到迄个画面安尼。哦，因为妈祖嘛，对啊，是安尼，不是说袂歹哦，看你画面。后来我问过来，阮遮有住中华海线的附近拢是妈祖庙。哦，因就是拢会知影讲，沿海妈祖出巡，妈祖海神嘛，边仔就是会有。安那你给我叫一下。人迄阵阮住迄个中华吼，鹿港遐定咧宣传讲，鹿港妈祖庙真兴嘛，真旺，迄个香火真旺嘛，所以伫咧鹿港遐就即讲即个北海底是即个妈祖戏安尼。哦，好，到底是毋是 B 咧？咱来看者，正确的答案是。3月小妈祖嘛，迄当阵若旧历3月，就是差不多4月是迄个新历的4月，迄当阵一寡东北季风已经较浅啦，所以因的迄个海影较平静，咱有当时啊唔免坐船出去看，伫个迄个海岸遮就会当看到迄个北海豚就是海底啊，妈祖鱼伫遐收水，伫遐耍安尼吼。啊，搁来有人因为讲是妈祖生迄当阵出现，哪像要来甲妈祖接收共款，所以咱就是改叫做妈祖鱼安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真牛是2队啦，来咱继续哦。好，来甲我试者后一题。后一题，加油哦！来后一题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土地公的生日有3个，你敢知影倒一个旧历迄天吼是伊的生日，大家嘛爱拢去拜拜保财运呢 ？A. 正月15元宵 ，B. 9月初9中阳 ，C. 12月16马月。好来，进入10秒的时间哦，是元宵。哦，中阳，是讲马月，无错7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，来，咱请起答案。风险分开哦。你不去？哦。来，起好了吗？起好吗？哦，来，3位是 C， 2个 C， 2个 B， 2个 B， 啊，这边是2个 C， 3个 A， 哎呦，我先问来。配，你选的是中阳，中阳，你感觉9月初9，凭印象吧，拢爱拜拜哈，拢爱拜拜啊。是，恁拄则是甲风险拢甲分开是？嘿，因为有个人讲，12月16买嘅，啊，不过我在想应该是9月初9，因为99重阳应该是。甲土地公庙有关系，哎呀，灯会秀啊，对吧？上大，你饲的是鸡马月，嘿，就是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进前咱咧搬迄个布袋戏的时阵啊。哦，你嘛捌搬去布袋戏？因为剧团嘛有迄个民俗的部分安尼。我会记印象。系啊，印象是尾月的时阵有办过土地公的迄个生日安尼。是。唔知讲有记唔对。是。来，我问一个。大兴。嘿，大兴来。阮就是因为有人进前有印象，阮迄个面孔伊就是讲伊有印象，伊进前就是元宵的时阵有去拜土地公安尼，有办迄个土地公做侪人咧办土地公的生日对。而且迄个阮的分散就是因为阮知影 B， 阮 B 是第一个抬掉的，就是阮确定讲 B 应该不是。B 是太子爷生，太子爷生，9月初9。是，好，咱 A、B、C 拢有嘛？拢有啊。好，咱来看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？ 哎呦，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头起先咱为这个土地公，伊爱念做土地公，唔是土地，哈。啊，搁来因为咱讲风天后土，所以土地公其实是全台湾庙上济所的一尊神，哈。所以伊管的物件足济，哈。啊，有人嘛甲伊当做是财神。啊，伊拢总有3个生日，第一个就是伊落去玉皇大帝，甲伊封做福德正神，所以2月2拜土地是上拄开始的。不过后来因为咱到秋天的时，
迄个皇帝有修成，伊拢有春节、搁秋节，所以到8月中秋大丰收的时，就搁拜一届，感谢即块土地，所以嘛，甲迄天8月15中秋当做是伊的生日。后来就是讲到尾月，就是咱的答案即个，吼，因为咱头月是2月2嘛，2月16，所以人讲食头月。就是冷喙秋，食尾个面悠悠，唔知影头家要搁甲请无，而且有当时啊，若你公司有趁钱无趁钱，嘛是伫迄年底咧搬销嘛，哈，所以迄天大家拢会惯势补一个财运咧。啊，咱一般咧补财运咧，求天公，啊，搁求迄个天官、地官、水官的三官大帝。啊，所以三官大帝的生日、圣诞、千秋的时嘛会去拜，啊，搁土地公生。啊，毋过伫个咱的题目讲要补财运，所以因为土地公有财神爷的迄个神价伫的，所以咱就是12月16尾个迄天，大家食饱无互鸡头拄着了，就紧来去补一下财运，希望来年会当大趁钱。好，来，即马这3条命，2条命哦，即马剩最后一个哦，加油哦，真正要拼输赢哦。好，来，试者后一题。来哦，加油哦！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个关山，因为看起来亲像一个酒桶，以前佫号做吉酒汤山 ？A. 大坝尖山 ，B. 玉山 ，C. 中央山脉。中山看起来较无遐悬吼，应该是吧？印象当中。印象当中啦，吼。中央山脉伊是一个较长的，即摆感觉应该不是一个。是无可能，因为伊讲一个酒桶嘛，所以所以阮甲经就是 A 甲 B 分配安尼对。咱来看一下 A、B、C 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倒一粒山，叫做吉酒汤山嘞，讲过转来报你知哦。好，来，你有3秒的时间。哎呦，嘿，哎呦，是有困难哦，啊，风险就甲分开哦。有影，剩2个，即马歹分啊。是尖山，还是玉山，还是中央山脉？嘿，来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来，咱请是答案。有困难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这有影有真拼哦。来，咱这边 A、B、C 拢有吼，3个答案。这边是 A、B 减一个 C， 啊，若是 C， 一声就啊，就再会啊，吼，不要紧。来，咱来问一下佩佩，好刺激哦。你选的是 A 吼，酒桶。酒桶，对啦。我中山看起来较无遐悬吼，应该是吧？印象当中。印象当中啦，吼，嘿，啊，咱迄落啊，因为其实阮头拄则是用分工，啥物有分配，啊，不过我即摆想想的，感觉这是。即摆想想，感觉讲，因为中央山脉伊是一个较长的，是长了，所以即摆感觉应该不是一个。哦，注意，注意，嘿，注意，来，你感觉是？选 A 吼，是因为讲阮头仔讨论感觉讲吼 C 无可能，因为伊讲一粒山啦，伊是讲一个酒桶嘛，所以阮应该是先想讲吼，迄应该是咧只某一粒山，啊，所以阮甲经就是 A 甲 B 分配安尼对。好，咱来看一下 A、B、C 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就是讲吼，咱这几粒山，中央山脉是足侪山的连接嘛吼。啊，毋过若以这个大坝尖山，啊个玉山，吼，咱当然迄个尖山伊较有迄款桶仔形，吼，所以咱若来经应该是爱经这个。啊，恁可能会感觉讲迄个玉山的玉山，有当时电视足侪咧翕伊高粱酒，吼，所好偏去安尼。啊，咱来讲这个吉酒还是鹅酒，哈，鹅酒拢是一款做酒的方式啦，哈。啊，特别咱是要讲迄个桶，因为咱若准讲你迄个，就是咧炼石油的所在，咱会讲油桶嘛，
吼，所以迄就是伊要藏酒足大桶的所在，啊，就是看迄个形安尼，吼，所以五酒汤山，还是吉酒汤山，还是酒汤山，拢是对大坝尖山的迄个讲法。先看阮这边好演员，有1分，嘿，啊来咱这边咧修行的咧，嘛是1分，哦，嘛是1分哦。啊，不过咱这奖金是2万块，要放在倒一边咧。平手，所以2边拢得到2万块。哦，好，啊那真正的分数就是咱这边，嘿，咱好演员这边进前的偌济？无。所以加起来就是2万。2万块，嘿，啊那咱修行的这边偌济？进前15000，加起来变3万块。哦，啊不过咱就是规矩就是嘿悬的分数，悬的才会使来去抢奖金啦，吼。所以讲咱的即马就是这边哦，修行的要来去哦。修行的哦，来咱来看因会通甲3万块摕回去无？好好，今日咧，小纪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拢总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剩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炸转去。嘿，小纪我来排。好，全家抢奖金咯！哦，真正有影抢着，抢着偌济？哦，今麦奖金有35000块哦，上悬咧，上悬咧。35000块就是35秒。是，35秒。佮加30秒变65秒哦，加油哦！嘿，啊内面哦，就是有咱的台语的正字。对。嘿，爱看好清楚词哦，吼，啊，讨论。好，来，咱今麦排一排。哦。第一位。会使倒看，袂使倒试吼。会当倒看，会当倒讲，袂当倒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有手出也无，有脚行无无，正确过来，有钱使过过时，安怎？过时，年月日，月日，哦，伊讲的月啦日，月日哦，隔壁亲家，什么连锁，哦，来艰苦，有时过，恭喜哦！迄个有手伸无路，有脚行无步，吼，这当然你就是手甲红白脚佮白手嘛，甚至是有话无地讲安尼，吼，所以这就是讲，你就是无法度去实践家己的志向安尼吼。再来有钱使鬼下无，吼，啊，啥物叫做下无？下无是迄款古早人咧下米下无啊，还是讲像以前有人用牛，还是安怎？哦，恁拢表现得足好诶。啊，迄个是足侪人佮愈无爱去做的工课，吼，所以这会当有钱，你的逐项代志拢会当做，吼。啊，过来，毋过是劝人，就是讲，虽然有钱会当做，毋过咱也是爱较老实的，吼。过来是过时袂腊日。有2种讲法吼，过是就过迄个时间啊，所以已经旧年的啊，你搁摕出来卖人，所以你就是错过迄个时机，安尼吼。啊，搁来是迄个隔壁亲家礼数原在，有当时啊古早因有当时啊带对面的人，因共款迄时间到还是啥，拢爱坐迄。坐车是爱说一轮，家己安尼吼，所以逐项礼拢爱有吼，这是对方的尊重。过来是艰苦有时过，就是咧苦劝人田里甘水过冬，有时醒光，有时月圆，所以咱莫互家己感觉伤过失志，吼，只要肯拍拼。向前行，唔免惊，安尼好，多谢。好，即马要去较爱了解，就是讲咱佫有奖金无？有，奖金我30秒，所以奖金3万块。好，咱即马进来去颁奖。嘿，来进来颁奖。恭喜哦，3万啊！哎呦，恭喜！拄则阮这边讲啊，阮拢无贡献呐，阮安排嘿啊。无，不要紧啊，咱哦有机会哦，咱过来就好啊，报名来参加就好啊。而且拄则迄个俗语的，即马大家拢看有啊。上重要就是爱去嘿
熟悉咱台语的车哩。有影。嘿，啊那咱这边呢，哎呦，摕到奖金，来，佮甲咱家己的节目宣传者。宣传者，阮这个节目首先的迄一天，伫12月22开始，逐礼拜五下晡5点半，要来播出的第3季，会使互大家看到无共款的家庭、行业，啊，佮有囡仔因古锥的模样，甲因的厝内人的感情，就欢迎大家一定要来收看，甲阮支持。好，啊，谢谢咱的顾问老师哦。感谢咱的王秀荣王老师，辛苦了。谢谢。专家有地位，到顶变台语，我哋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再会。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别，哦，赞，厉害，谢谢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嘛，怎样？